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5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302例本土病例，到前报回来有331例，有11个人死亡，开始禁止结婚办桌、各丧事的公祭。过来嘛已经超过4000个本土病例，指挥中心宣布，只要发病超过10天，实体值第30以上就会使解除隔离。南达关表示，求甲中国疫苗代理商直接要求中央开放地方政府家己买疫苗，各台办嘛讲愿意捐疫苗给台湾。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302例本土病例，佮有到前报回来的331例，其中新北市有152例，台北市是87例，嘛增加11个死亡的案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全国的3级警戒要加强防疫的措施。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新增的302例的本土2例境外的移入，另外有331例的校正回归个案。换句话说，在本土的总共是633例633例，那加上2例境外移入的是635。但分布以新北市的152例最多，其次为台北市的87例，桃园市的21例。基隆市的13例，台中市的9例，新竹县的4例，屏东县、云林县、台南县、宜兰县、高雄市、彰化县各2例，花莲县、嘉义市、台东县及连江县各1例。校正回归个案331例之中，分布以台北市221例最多，其次为新北市的102例，桃园市的3例，基隆市及台中市各2例，苗栗县1例。那所有的这个633例里面，万华活动史相关有209例，茶艺馆相关的有35例，某社团相关的有3例。那其他已知感染源的有170例，关联不明的有122例，意料中的有94例。那新增有11例的死亡个案，新增有11例的死亡个案。那相关的一些措施及裁罚，第一个就是外出时全程要佩戴口罩，那没有佩戴的话，我们就开罚。那严查不得营业的休闲娱乐场所，违反者严格法办。在餐饮业一律外带，餐饮业一律外带。那卖场及超市我们要加强人流管制跟实名制。结婚不宴客，丧礼不公祭，宗教集会活动全面暂停办理。宗教的场所暂时不开放。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早起呼吁中央应该重视目前疫苗欠缺的问题。那所以民众等到8月份才注疫苗，而且是注咱国产的疫苗，这亲像把国运放入一个无实际愿望顶头哦。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认为讲疫苗的采购，中央甲地方应该爱合作。我认为恐怕会更高。分析疫情的趋势，原底是医生的台北市长郭文地认为讲，到前回归了后，确诊的人数也会持续压悬，因为中央甲台北市府对疫苗数字的认知无共款，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台北市长郭文地认为讲，中央应该爱重视疫苗无够的问题。若要等到8月份注国产疫苗，等于是甲台湾的运命放伫也无确定的疫苗顶悬。国讲若照这个情形继续落去，等到8月份一定会升等甲真严重。就是把国家的命运赌在一个不可知的问题，一个期望上面。其实最好就现在就把那个至少那个辉瑞的疫苗就进来。这个美国也在用，一大堆国家在用。新北市是真拼是伫对抗疫情，面对郭文地发出疫苗无够的问题，也有其他的县市的地方首长希望家己会当采购疫苗。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讲，若要买疫苗，一定爱中央甲地方做伙合作。因为现在殷期盼的就是疫苗赶快来，才能够让我们这一波的疫情能够稳定的控制下来。所以大家一起合作来买疫苗。即卖疫情真严重，民众的生活受到真大的打击。针对纾困的问题，侯友宜强调讲，会透过民政系统甲社会局的社工，直接去有困难的家庭甲关心，提供必要的物资。另外，新北市已经有警察等等的公务人员确诊，侯友宜嘛要求各单位爱严格执行分组、分所在，也有居家办公。嘛感谢相关的人员防疫的付出甲辛苦。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目前的医疗系统嘛已经用到紧绷了。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工会伫面册铺文讲，目前病人实在是上过济，病房嘛拢满了，医疗基层已经都要制作袂掉，望政府赶紧来调度资源，甲病人分送到其他县市的病院。台北市联合病院企业工会25暗时伫人面册铺文，以医疗强要崩盘，基层医护人员请社会斗相共为主题，讲台北市联合病院目前医疗的能量不足，所以伫人力甲设备拢无够的情形之下，封杀去第一线。有些明明可以躺2床的病人，可能就躺到6床，甚至就是躺在桌子上面。联医工会最近接到侪基层的员工申诉，讲目前联合病院的情形，急诊的人是差，病房已经拢大满间，救护车也是一直甲病人送入来，甚至出现急诊发烧的太监长，2人的病房一困头前6个确诊的患者，也佫有陪病家属，而且也佫有袂少的病人倒伫巷路的情形。强调台北市联合病院负压隔离病房，也佫有专责病房拢已经满啊。有一些稍微就是相对起来轻症一点，但是还是持续在不舒服的病人，他就只能在旁边喘。工会强调讲，政府虽然讲医疗的能量有够，不过实际情形却是完全颠倒病。若病房甲骹手无够，基层的医护人员讲出3大问题，包括因为确诊的人数伤济，侪医护人员伫防护无够的情形之下，接触到确诊的患者，也若可能接触者的速度嘛伤慢，历史者的医护人员要是继续咧上班，烦恼感染的风险会扩大，也佫有院内资讯无够透明，员工确诊，不过主管煞无甲共单位其他的员工讲，恐惊会造成院内群组感染，也佫有资源的人力，并无相关教育的训练，是有哪无共款。那我们要训练，而且这个东西不能勉强。我们现在一直在扩第2批、第3批，甚至在扩第4批。另外，工会嘛建议讲，联合病院的各院区比较仁爱院区，急诊甲快筛站爱做出空间、人力，也佫有业务的区隔，来减轻急诊医护人员的压力。台北市府强调讲，指挥中心已经放令专责病房1人1间的规则，接落来会启动患者分流或者是转送外县市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滚价，短10日都有超过4000个本土病例，新北市的病房嘛拢已经无够使用。指挥中心表示只要发病超过10天，CT 值第30以上，就会使解除隔离，嘛会来启动甲病人送到中南部的病院。另外，因为3级警戒延到6月14，即马开始无挂喙暗，就随处罚。结婚嘛禁止办桌，丧事嘛袂当办公祭。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全国疫情警戒第3级延长到6月14。疫情指挥中心礼拜3、26宣布，中高场所防疫规定也要延长到6月14。全国各地宗教场所暂时袂当入去，进香团甲绕境活动全面停止。各县市丧葬的代志暂停公祭，甲来限制加祭。丧葬礼仪的部分只限家祭，那不会进行公祭。那这个要请民众多多体谅跟谅解，也来一起来配合。另外，考虑本土病例为这个月15开始，短10天已经超过4000人确诊。为提升病床的周转率，指挥中心也定出确诊者的该隔离条件，只要离发病日、采检日有10天以上，CT 值比30较大或者是等于30，就应该除隔离。不过，假使CT 值比30较低，就要带入集中检疫所。PCR 的检测 CT 值超过30以上，那含30可进行完成解隔离的程序，并自主健康管理7天。但中间强调，礼拜3会另外举行专家小组会议，研究解除隔离的工会模式，会请地方政府来依循，才会请卫生单位来合作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新增加304例，本土病例有302例，台北市有87例，新北市有152例，桃园有21例，基隆有13例，台中有9例新竹县有4例，宜兰、彰化、云林、高雄、有台南、屏东拢是2例，台东、花莲、嘉义市是1例，离岛马祖嘛出现头1例。目前台湾计共有6091例本土病例，嘛已经有4918例咯。疫情还未转好所以大家要继续加油。咱再来看新竹市2号有一个查甫病例，伊调是发现讲，伊伫2月有去中华园林的永生会馆来交管，不过指挥中心早就规定讲15开始8大行业拢要暂停营业。中华县政府是怀疑讲，这间永生会馆违法营业，卫生局甲警方一定会查，嘛以上检方侦办。
彰化县的确诊人数一直增加，除了水果商传播链以外，最近又搁新增了永生会馆传播链。规间店6个女员工全部确诊以外，即马有一个新竹市来的查甫顾客嘛确诊。比对相关足迹发现，这个确诊的男性是21号前往消费，但是8大行业为15号开始就要暂停营业。即马敢若偷偷营业，造成疫情扩散，彰化港府按算来开发。针对这个业者，我们绝对是依法严办哈。那至于我们这个警察，这个因为它是关门之后在里面营运，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责成我们警察局来做相关的一个严处。彰化港府表示，目前一定咧调查园林收费永生会馆是不是违法营业，若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会依法裁罚，上重会罚30万。专案嘛已经移送检方来侦办。另外，王惠美嘛要求彰化县警察局必须要加强查8大行业暂停营业的状况。针对应该停业的这些8大场所以及相关场所，那警方每日会不定时前往查查，绝不容许有假关门、真营业的情形发生。那以防止造成防疫的破口。彰化园林分局表示，伫咧公布8大行业暂停营业了后，园境每间定点巡逻2届，加上调相关的感受画面比对，拢无发现收费永生会馆有营业的状况。为何新竹市的确诊者疫调会出现落差？还佫需要2个县市政府卫生局进行更较详细的比对。记者彰化综合报道。陆续传出有警察为着病哦，和指挥官陈时中嘛真感慨哦。警政单位是唔敢大意，拢会针对环境来大消毒，嘛会加强分流办公等防疫措施哦。今仔嘛佫传出讲台北市的捷运站嘛有政务人员为着病。刑事局门口的人甲车是来来去去，伫咧大门的人员手举起刀尖，甲所有出入的人磅体温。刑事局23有一个侦查员确诊，24佫有一个侦查员快筛是阳性。25佫传出国际科有3个外勤的队员快筛是阳性，其中1个人还佫有注过疫苗，目前当地等 PCR 核酸检测出来。另外，台北市警察局文山1分局进前有3个人确诊了后，启动分所在办公，部分的人员锁去木新派出所楼顶上班。想袂到其中1个交通组的警官确诊，这嘛是文山1分局4天以来第4个人确诊。我们去通知清洁公司，今天早上10点做整个大楼的消毒。另外就是我们重新调配上班的方式，规划一半的人居家办公，然后一段时间再换批轮流上班。台北市警察局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最近有1个人确诊，还有1个人是快筛阳性。原本要关起来3天做清洁甲消毒，目前是已经提早完成消毒啊。而且伫咧拜3早起恢复运作，嘛调派18个警察来遮支援。由其他派出所共18名警力迅速进驻，我们在这里继续执行警察勤务、受理民众报案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另外，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队24有1个人快筛阳性，所以甲全队的人员做快筛，出现3个人阳性。PCR 检测出来了后，确定有1个人确诊。少年所有警察去为着新冠肺炎。根据政府的统计，全国的警政人员差不多有78000人，其中在做优先注疫苗的有39000人，差不多是一半。不过目前做的比率敢若有5.6%。另外，台北市捷运的龙山市站，顶日有1个人确诊，4个人快筛是阳性。即马佫传出西湖站有站务人员主动通报确诊。台北捷运公司表示，目前已经加强消毒，还佫有相关防疫的工作。捷运站还佫有捷运的系统运作是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昨一口气增加10件本土病例哦，主要拢是来自宫庙甲一家伙仔群组感染哦，嘛有诊所的医护人员防卫着病。台南市政府是呼吁民众最近先检测去病院诊所，出门嘛爱甲喙暗挂护眼。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即马含伫遮连续走的就卖啊，因为即马群聚安尼袂使啊。警方来到永康一间私人的宫庙看到，因为接到民众投诉，防疫期间，抑阁真侪少年人伫咧宫庙外口斗阵操练北家将，而且佫毋挂喙暗，互附近的居民拢真烦恼。我会再有甲因先导，我讲吼，无论安怎，恁一定爱戴口罩，不管你伫宫遐济。宫庙正做台南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25公布的10个本土确诊个案，其中1个传播链就是为宫庙传出来的群组感染。因那另外1个传播链是家族的群组，牵连着看病医护嘛确诊。台南市卫生局表示，
诊所所接触到的民众是真少，嘛拢已经通知因爱自我健康管理。以后我们都已经妥善安排，已经隔离了那目前状况良好。学甲那个工料传播链来讲，只是跟从北部下来的一个确诊者近距离泡茶聊天，没有戴口罩那这样子就传染，造成一个传播链。所以还是呼吁我们市民朋友多加小心。台南市府嘛，搁再提出扩大体检，也搁有产业劳工纾困方案，加强病院分仓分流、通信看病治疗等等的措施。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中标防疫政策甲3级警戒同款，延长到6月14。除了禁止入庙参拜，嘛是希望民众爱甲喙暗挂好好。记者综合报道。3级警戒搁要延长，有立委就呼吁中央应该比照去年提供劳工4项补助。另外，针对艺文产业的纾困，因为形态较复杂，有立委就呼吁相关的部会应该爱先听基层的意见，再来制定纾困的政策。一个白天有的在捷运站排班，排了大概4个小时，载着2个客人，半夜医院有急诊的客人要走，你也是要冒着危险去载。全台湾防疫警戒升级，民众较少出门，若是大众运输的运量降低，机能者的生理也真歹。尤其是3级警戒延长到6月，业者担心收入会降低。薪资的补助，第2个油价的补助，第3个防疫物资的补助，汽车贷款的一个补助，能够给我们计程车的驾驶优先来接种。疫情若影响机能车业者、餐饮业者业绩，饭店的大房率拢下降。因若工作无加补的，像伫咧街头牙牌或者是流动档即寡劳工，也拢无收入。伫过去疫情期间，政府提供过纾困措施，不过即边疫情来了遮尔紧，也无相对应的补助，所以希望纾困4.0要赶紧发放。另外，艺文产业的点检客户、册店、唱片、出版等相关工作，冲击同款严重。业者讲，自去年疫情发生到即马，已经近1年啊。许多的工作人员，包含许多的幕后创作者，在舞台上面表演的这些所有的歌手、艺人们，我们的演出工作机会特别的少。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其实我们所有的工作延期、取消、再延期，甚至停办。民众党立委柯成焕在相关产业开线上记者会，并且讲今年疫情对比去年是加真严重。希望政府相关单位要继续整理出一级性较悬的艺文团体，并且提供更加有效率的纾困措施。因若基层劳工也应该有立即性的补助，会伫27调解协商时阵提出，踏入纾困预算，赶紧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李英杰的任期8月份特别到期，伊嘛透过面册直播来发表演说，针对外界关心美国到底什么时阵会来提供咱台湾疫苗，伊是表示讲目前台湾的确诊率甲病例数伫世界各国各算少的，美国方面的标准嘛还未定出来，双方拢会密切来注意。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李英杰伫台湾任期8月特别届满，透过面册直播发表谢任演讲，讲到过去3年来台美关系成果真好，分享伫4精进顶悬的优先目标摕到成果，包含精进台美安全合作、精进台美经济甲商业关系、精进台湾伫全球社会角色，甲精进台美人民的关系进展。结束演讲之前，各位倒卡提出台湾往来。And I am confident that as Taiwan is tested again and again in the future,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come together and show the world its strength, its resilience, and its resolve. 台湾新冠疫情升悬，各界关注什么人应摕到美国疫苗。李英杰强调，目前台湾周边国家疫情拢有升悬的情形，相对来讲，台湾确诊率甲人数也是世界上较低。疫情爆发以来，美台伫检测疫苗甲药品的研发拢有合作，努力克制疫情再度爆发。美国疫苗派送标准要伫议定当中。As for the standards or criteria for the release of the vaccines, I believe these are still being developed. Among those criteria, however, are the level of infection, the recipient economy, the capacity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e level of
vaccination. 针对疫苗问题，李英杰表示，美方会继续甲台湾密切讨论，也知台湾正在研究疫苗，不一定几个月了后就会推出，也建议过境的人继续深化台美关系。除了推动政策以外，也要亲近台湾社群。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伫推特感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全球各地美国大使馆，共同呼吁和台湾参加国际工会组织，齐心打击新冠肺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世界卫生大会 （WHO） 今年改做视讯开会，虽然咱国嘛是无受到邀请，也毋过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伫讨论中拢表达小挺台湾，支持咱台湾正做观察员。咱国友邦施瓦蒂尼个瓜地马拉嘛为咱发言，施瓦蒂尼就讲，台湾最近疫情的拖，必须要透过国际合作，才有法度赶紧来控制疫情。Aprovecho la oportunidad para expresar nuestro agradecimiento a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对镜头表达深深的谢意。台湾邦交国瓜地马拉伫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O） 当中支持台湾，强调台湾是珍贵的友伴。WHO 第2时开播，因为疫情冲击改用视讯进行，台湾积极争取，依然无得到邀请参加。不过，甲台湾友好的美国，搁一摆展现支持台湾的力度，呼吁各国团结，及时分享疫情的关键资讯，搁爱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 Global collaboration will be key in tackling the many challenges still before us. Collaboration with non-state actors must continue, and we must invite Taiwan to be a part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No country can control pandemics working in isolation. Taiwan is no excep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provided Eswatini with critical support in the response. 台湾伫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施瓦蒂尼也为台湾发声，指出台湾协助施瓦蒂尼强化翠安的出口量能。台湾最近面对疫情真大挑战，只有透过国际合作，才能及早控制疫情。让日本直接点名台湾，俄罗台湾是成功对抗疫情的典范。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we should refer to good examples of regions which successfully tackled COVID-19 in terms of public health response, such as Taiwan. 加拿大强调要建立一个透明、包容甲可靠的世界卫生组织保护措施，确保无任何人被漏枸杞，所以需要管纳所有人参加。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做出贡献，应该得到参加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有1亿7000万人为着新冠病毒，将近350万人死亡。虽然世界卫生组织伫3月份有公布病毒源头的报告，也毋过目前各界嘛是个雾煞煞。美国甲欧盟昨伫世界卫生大会，就要求讲世卫爱继续调查。就算世卫组织有伫今年3月公布新冠病毒起头的调查报告。不过，真明显无化解国际社会的谣言。欧盟伫25日天伫世界卫生大会顶悬，要求世卫爱继续来研究病情的起头，甲相关假设，爱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定期甲会员国做说明进展。美国呼吁世卫做第2阶段的调查。Phase 2 of the COVID origin study must be launched with terms of reference that are transparent, science-based, and give international experts the independence to fully assess the source of the viru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outbreak. 贝西拉并无直接点名中国。华尔街日报伫23有一篇研究报告讲，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个研究人员伫2019年疫情爆发进前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不过外界无法度证实讲是毋是有去画到病毒来自实验室。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未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迄今为止，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型冠状病毒零感染。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露论，究竟是关心溯源，还是想转移视线呢？世卫伫今年3月初3公布专家组实地考察的起底报告，当时认为讲有4条路线，其中有病毒来自蜜蜂，透过动物的中间宿主，甲佫传入人类，这是较有可能的状况。另外，佫有动物喂人，透过冷链传人，认为讲对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真低。不过，国际社会佫有谣言，表示讲专家调查起步上慢，嘛无摕到原始资料相关的样本。当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讲，会紧密来讨论第2阶段的调查。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其实，台湾注疫苗的速度慢，亚洲国家普遍做注的速度嘛比欧美国家慢哦。专家分析是指出，因为去年咱亚洲的疫情无遐尼严重，还无一定爱注疫苗的压力。另外，亚洲国家欠缺大规模的药厂，研发能力嘛较慢，只好向欧美大药厂来排队买疫苗。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5日世界卫生大会顶悬回应德国总理梅克尔前一天的呼吁，为弥补世卫组织第这一摆应对新冠疫情的缺失，同时因应一摆大流行病爆发，所以有建立流行病全球条约的必要。会在今年11月29到12月7日召开会议讨论。You are the owners. With that said, we expect that it would address gaps that have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当前的全球防疫问题，主要也是疫苗分配无平均的问题。亚洲地区疫苗是欠缺真严重，不过人口750万的香港，是全球少数应摕到长照应护总人口数的数量也较侪疫苗的所在。不过香港目前要差不多有105万剂的科兴疫苗，加84万剂伫当地叫做复必泰的辉瑞疫苗无人注。因为辉瑞疫苗会在今年8月中到期，为避免浪费，港府可能要求药厂延迟交货，或者是关乎其他有需要疫苗的所在。不过，未少香港市民也是希望因赶紧做疫苗得到保护。You have to try get a shot. It's not big deal, right? Not big deal. Just getting this. It's also free. Just make an appointment and go to take the shot. And it's also free. I say. I would tell my friends doing this. 香港明显是亚洲的特例，英国《金融时报》上新的分析，因为国内无法度建制疫苗，所以亚洲国家爱等待欧美强化。第一开发国家当中，日本、南韩、甲澳洲，拢伫疫苗研发竞赛当中输给欧美。甲英国每100人做的数量有90剂，最近才通过莫德纳甲 AZ 疫苗紧急授权的日本，却只有6.3剂。泰国、越南、菲律宾这大型开发中经济体做疫苗也真无理想。全球第2大疫区印度虽然有真大疫苗产能，不过每100人做的数量只有14剂。就算家己用制作疫苗中国，因为将大部分的疫苗出口做外交，所以国内每100人也敢若用做36剂。另外一方面，亚洲地区去年疫情相对较轻，摕到疫苗政治压力较小。另外，亚洲也欠缺亲像辉瑞这种应招募全球病人做临床试验的大型制药公司，这拢是亚洲国家欠缺疫苗原因。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疫情哦，桃园疾运有员工为着病，疾运公司加强防疫，员工嘛停止跨站支援。另外，更有40万剂疫苗8月开始就会送到桃园。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呼吁中央增加互桃园疫苗的量，互风险较悬的机场的人员拢会使先注到疫苗。桃园疾运公司一名轨道维修员工因为接触染疫家属确诊，是申报发布确诊个案。因为工作未甲旅客直接接触，不过疾运是民众通勤工具。桃园市长郑文灿2日也伫防疫会议指出，透这防疫顾权，确保场站、车厢人员也有乘客安全，也包含线顶会议、跨站无支援。跨站不支援的方式，主要是确保万一有人员确诊，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运作。针对40万剂疫苗分配各县市，自礼拜5到会，市长郑文灿表示，数量也是无够。依照中央规定，第1类到第3类优先制，包含医护、经销甲防疫人员，也为机场人员争取优先注射权。我也特别跟中央反映，机场、还有民航、还有机场相关产业，那么这个部分风险较高者也应该优先纳入。这部分的额度应该另外来匡列。郑文灿表示，桃园机场人员超过3万人，希望中央考虑以外交的方式，互风险较悬，用先注疫苗。市府卫生局、部头也有联审国际病医等，拢会支援机场人员注疫苗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长李明珍要求中央开放地方政府家己去买疫苗，嘛讲哦，已经甲中国的代理商有接洽啊。不过指挥中心是认为，这应该嘛是由中央统一来办理。中国国台办嘛回应讲，愿意免费捐疫苗予咱台湾，啥物牌子台湾会使家己来决定。
武汉肺炎疫情伫全台湾传开，欠疫苗，互袂少县市长拢真烦恼，就惊疫情控制袂掉。南投县长林明珍也先提出讲，要求中央开放地方政府家己去买外国疫苗，也表示讲已经联络到 BNT 疫苗的中国代理商上海互青，伊至今也已经拢传好势。做地方政府有这个能力去接洽到买这个辉瑞 BNT 的疫苗希望能够开放给我们这个各县市自己来采购。那因为云林县目前大概我们还在研议当中了那第一个是经费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所有的这些疫苗到底哪一个疫苗是对我们来讲是最有效的，而且副作用最少的。地方直直向中央发声，咱到县府也伫24透早9点半用上紧的方式发出公文，予指挥中心毋望中央答应授权。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岳回应指出，透早和地方政府的会议有说明到买疫苗的天数，强调做疫苗是防疫措施重要一部分，爱交予指挥中心做统整和规划。疫苗要进口我国必须要有正式的代理厂商提出疫苗产品的相关资讯及药证的申请。昨天也有询问说南投有没有来过公文，我们昨天查了一下，指挥中心并没有接到大家都毋望疫苗通予疫情转好。中国国台办证实讲，上海有民间机构愿意捐疫苗予台湾。上海、江苏有关的民间机构，他们表示愿意向台湾同胞捐赠一批疫苗。现在呢，就看台湾有关方面是否接受。那么至于捐赠何种疫苗呢？我想应该会考虑接受方的意愿。当务之急呢，是尽快的去除人为的政治障碍。如果没有人为的政治障碍，捐赠将不成问题。中国愿意免费捐疫苗予台湾，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倒一款厂牌由台湾家己决定，也强调中国的疫苗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针对台湾真需要做疫苗的民意，伊也问民进党政府是要顺从，或者是当作无这回事。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部分的地方政府插讲，家己要去国际上来买疫苗。中国今仔嘛讲，中国有民间单位愿意捐疫苗予咱台湾，啥物牌子皆会使家己选哦。台湾社会目前疫情的拖嘛，为着疫苗吵吵闹闹。咱今仔要连线伫马来西亚出世，伫台湾大汉，伫马来西亚甲英国接受医学训练，即马是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的做医师，接触真侪防疫工作的林伟地医师来为咱分享伊的看法。林医师你好。嘿，你好。医师，你即马是安怎看待咱台湾的地方政府想要家己去买疫苗哦？中国讲因愿意捐哦，佮会使互咱家己选牌子。其实之前医师你是有讲过哦，你认为目前咧插疫苗其实是一个假议题哦，敢是安尼？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就是在疫情已经爆发的情况，其实疫苗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可是那是对未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所以你疫苗接种，你需要时间接种，你需要时间等疫苗产生效力。所以至少你要等你虽然现在马上开始打，你要等2-3个月才会看到效果。所以对现在台湾的疫情其实并没有立刻的帮助。那关于中国疫苗方面，我不是比较反对这个地方政府是跟中国方面接洽，因为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疫苗其实都是缺货的，就是各国政府其实都有下单有订购，可是没有到货，所以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会比中央政府更有能力来确保到货。那中国方面有没有真的有 BNT 疫苗也是个未知数。那所谓疫苗供台湾选择，可能只是在中国的国药跟中国科兴之间做出选择。指挥中心有统计讲，咱台湾到8月底应该会有1200万剂疫苗哦。也毋过现阶段来看，目前疫情的拖无法度马上有帮助。那医师，你感觉咱要安怎办较好？不好意思，我那个声音有点太懵了，我听不到你的问题。就是咱讲吼，你即马咱台湾疫情即马的拖，你感觉咱爱安怎做会当较好？因为疫苗无法度随你来嘛，就是疫苗没有办法马上进来，你感觉我们现在最好是怎么做？对，所以其实台湾现在的疫情非常紧急哦，那医疗的资源已经就是在接近负荷的状态，所以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的就是减低大家的移动。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跟地方政府合作，实施更严格的行动管制的措施，来帮台湾的医疗体系换取时间，
包括提升你筛检的量能，跟提升你那个治疗的量能。对，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时间跟经费。那如果大家还是一直在一个移动的状态，病毒持续扩散，那医疗的量能扩充的速度是跟不上那个染病跟被感染的人的速度的。所以我觉得现在降低大家的移动，甚至考虑完全的停止上班上课，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迫切需要的事情。那讲到咱台湾的国产疫苗哦，医师你那阵感觉讲，其实咱对咱家己国产的疫苗，无应该有过度的期待甲乐观吗？你是安尼感觉吗？国产疫苗的部分。我觉得台湾有自己的国产疫苗当然很好，可是大家都知道每一个疫苗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你现在还在临床实验的阶段，你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显示它的效率跟安全性，所以我觉得台湾不应该把全部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应该是多分散风险，去向国外购买不同厂牌的疫苗。那医师吼，你即马是安怎看咱台湾目前疫情的发展呢？你讲有啥物建议想要甲大家讲？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疫情其实现在非常紧急啦。那我是希望中央政府应该要做最坏的打算，那包括就相关的一些纾困啊、补助，因为你要大家不移动，就是会有经济上的困难嘛，很多人需要工作。那企业也不可能就是一直白白养着那个员工，所以我是希望说，除了要求大家自律之外，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要有更积极的作为。感谢医师甲咱分享这么宝贵的建议哦。其实林医师较有讲哦，疫苗是无法度来解决咱目前的炭疽的疫情，也毋过是会当解决未来问题。伊嘛呼吁讲，咱台湾政府应该赶紧来针对刷来社会经济会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一寡具体的对策。所以，咱再来看婚姻关哦，县政府对2日开始连续3天，会伫到南的火车头前来设快胎的行动车，要呼吁对双北市顶地区等爱婚姻的民众，也是要甲确诊者去过同款所在的民众，爱赶紧来体检。26号一下早来到大南火车站前，有民众排队准备来做快胎，因为目前云林县总共7案确诊案例，若是别县市等来到云林县各感染后出来人。为了要防范疫情扩大，县府为26号开始3天，在斗六和斗南火车站设防疫快胎行动车。这安尼较好哦，这对这个若着的吼，他马上就把它会使马上处理啊，较袂拖较贵的啦。从热区回来的，从新北、台北、宜兰或是台中彰化这个热区回来的，我们希望你进入到云林县境内的时候，你可以先主动性的来做快筛。县府表示，虽然这无强制性，但希望民众若是有接触到活动史，也是有去过确诊者的足迹，有身体无爽快，拢会当来快筛。佮针对25号确诊案5083，是6间的外包商，因某案2776，在5月19就确诊，但看无主动告知相关单位来居家隔离，现在卫生局将来追查。所有人都有配合做详实疫调的一个责任。那如果违反这个规定的话，依照同法的第67条，可以处6到30万。文管府卫生局表示，这个案5083的足迹公布以后，引起真侪民众的讨论和建议。目前卫生局和卫疗公所、6间管理部将针对这个案讨论，若有新的足迹会滚动式的公布，但发现伊若有引力，卖依法来处理。记者为您报道。再来看，针对金门县政府要伫机场来设快筛站，虽然指挥中心表示讲金门县政府家己做出防疫的规定是违法的，也毋过后来指挥中心的态度有放冷，嘛已经同意金门县、连江县、佮澎湖县3个外岛会使来提供自愿性的采检服务，也毋过袂使强制采检。我们可以采自愿的啊。进前，金门县长杨定国希望入境者会当提供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若无就要伫咧机场做快筛，不过中央地方无公布，指挥中心以无符合规定依法撤销。不过25指挥中心经过评估，宣布澎湖县、金门县、连江县3个离岛会当开放自愿体检。金门县、澎湖县与连江县可以在符合相关条件及流程下，提供自愿性的采检服务，在明天来布置好完成。来尽速提供这样的服务。3个离岛的县政府就要提出完整的体检流程甲后送的条件，才会当实施。
指挥中心强调，采检爱旅客自愿接受，袂硬强迫。为了要避免防疫浪胖，金门县府也伫咧机场设消毒装置，希望加一层保护。这一个清消门呢，是在国内很多重要的场合，包含国庆典礼的时候都有使用的一个清消门，让我们的乡亲在防疫上面更有保障。中央同意离岛自愿性采检，杨定武也展现设计，将快筛站地点维持原本的计划，设伫咧金门航空站。2月中旬开始，因那偏县政府虽然赶快会当进行快筛，不过更加希望民众这段期间尽量踮咧厝内。我们要呼吁所有的民众减少非必要的一个移动，尤其这种跨县市的移动，就会增加澎湖就是一个染疫的一个风险。离岛的医疗量能有限，目前3个离岛拢无确诊比例，所以县政府更加强防范。3级警戒嘛确定要延长到6月14。国防部已经通令国外离岛防区，原本5月18到28。官兵暂停返台休假的规定，这嘛也延长到6月14。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林园节礼哦，你听看附近的公园，佮定定有老大人坐伫公园开讲，嘛拢无挂喙暗，佮讲袂听。伊规气家己摕封条，甲公园封起来。也毋过区长是表示，目前防疫规定毋免封公园，也毋过会来加强社区的巡逻。另外，伫屏东哦，毛民众带狗仔去学校散步，这拢是违反防疫的规定，上济拢会使罚30万。不管你是暗时林园区林爱里这位公园，总是有时大坐做伙，人侪时阵一届将近30个人，佫有真侪人无爱挂喙暗。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安那可靠无爱挂喙暗的人嘛是共款，就算警察来处理，因嘛有办法。他们还是会把口罩挂在下巴，然后看到警方的时候再把口罩往上戴，这样警方根本没有办法查，然后也没有办法去防堵他们这个疫情的缺口。惊公园变成是防疫破口，里长叫封条甲公园封起来，说封通知讲市府封疫顶级，也无封公园，只好佮甲封条拆开。但是一直口讲袂听的居民，真正互因真困扰。公园有椅子嘛，那另外长辈他们自己带过来的桌子跟椅子，我们先把它移除掉。基本上还是劝导，如果劝导不听，那我们真的也不客气了，就开始开单了。区长讲，若是佮口劝袂听，就一直罚；若是讲封公园够违法，款职的单位市府公务处也无回应，嘛，互里长是真歹安心。伫个一直口劝袂听的状况，嘛发生伫个屏东的学校，有人就是不管学校已经禁止啊，硬要入去内底遛狗，啊，佮有7人单位的人员家己撞入去。民众带狗到校园遛狗，那另外一例是民众把车子开入校园。目前县府已经举发500件的违规，其中2件是装入去校园，除了派人伫个校大消毒，嘛要开罚，这违规的民众上悬可能要罚款30万。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屏东报道。嘉义县政府2时开始启动公务人员分流上班，县政府的大门口嘛设一个临时的办公区哦，互县政府员工会使方便来服务民众，嘛来减少风险。来县政府办代志，进前爱量体温、实名制，才当去相关科室办业务。不过，家己县政府惊人来去，可能造成疫情传播。即马伫门口设置临时办公区，民众只要伫遮等，相关业务的人员就会出来直接。老人讲你会使去，就摕电话去，跟换证件，你听我意思无？现在这样子的话，管控会比较严格啊，那我们也比较安心一点啊，也不会没有什么不方便啦。除了减少民众入来办公大楼，伫确诊案例出现了后，嘉义县政府联名启动分流上班的机制，利用红青2种色水的识别证，辨别2位办公区的工作人员。一般民众的识别证又搁无共识，希望方便管控人数，减少传播的风险。只要民众有洽公，我们先引他们到我们的座位入座完以后，我们会连接的，请我们各科室的负责同仁来就地来跟他们做服务的一个工作。县政府强调，公务人员是防疫的主要部队，分区办公会当减少感染的风险，保持行政系统继续运作。而且这2区拢有协助处理代志的人员，民众的权益未受到影响，而且民众尽量配合防疫的相关规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疫情的团病院嘛开始有一寡新的做法，咱来看华人网络病院，医师嘛开始透过实时软体来看病。另外，华人有确诊者捌坐火车去玉里车头，公所早起嘛大消毒。
定期爱去花莲门诺病院复诊的张小姐，因为疫情压关，唔敢去病院。因若一寡慢性病患者，药也是袂当话停就停，所以门诺病院开放来外科，还有加医科实性门诊，互医生看了后，再去病院外口拿钱的柜台领药就用的。我们要做身份的一些辨识这样子，那当然它也要有相对的一些手机上面的一些软体这样子。那本院用的是 Google Meet 的系统这样。另外，花莲传出有确诊的患者坐火车去玉里车头，所以玉里镇公所嘛，伫咧2、6早起做全面大消毒。疫情的管控，镇公所一定亲力亲为，好把消毒的工作做好。因为无公开这个个案任何行踪，引起部分民众的惊惊，希望卫生局会当公布。这个个案，它本身来花莲的期间是一个所谓的非可传染的期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被匡列的人。花莲到2日中昼为止，拢总有5个个案，3例伫花莲市，2例伫光复乡。提醒民众，关府卫生局确诊者行踪公布的方式已经有改，会甲原本公开的自治资料取消，改做分场所的类型，采4个等级的程度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长期帮助外来移工的师傅杨文雄讲哦，这站有一寡移工想要换头家，也毋过因为疫情，头家拢无愿意直接，或者移工无通讨谈，希望劳动部会使来斗3工。长期提供越南籍移工帮助的吴文雄师傅讲，这阵有一寡移工因为工课到期，也是劳资纠纷，要转换雇主，所以因为疫情，雇主是无愿意面试，找无工课。吴文雄讲，移工若是因为劳资纠纷转换雇主，工课也未满一档，会使有2摆2个月的期限转换雇主，其他的是只有1摆2个月的时间。2个月他们一直去那个经过中介公司。然后找工作，因为疫情，所以呢，他们他的面试的机会很少，因为雇主怕这个疫情，所以呢，他们一直那个缓和他们给移工的面试的机会很少。吴文雄讲，伊即马帮助的移工有20几个，其中至少有5个拄到这款状况，希望劳动部会使延长转换雇主的时间。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话嘛讲，有听到一寡移工有咧讨论这个状况，不过劳动部是讲目前无接到这款消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的确我们有一些申请事项都有自动做展延的。如果要再延第3次或者是说之后要再延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应该是可以再研议看看嘛。劳动部讲，若是透过中人公司来找工课，会使伫双方也是3方拢同意的状况之下，用时薪的方式来面试。劳动部嘛来研究推测时薪面试。记者郭碧君、郑柏文台北桃园报道。昨教育部宣布讲停课停到6月14，嘛讲哦，高中生有高中的成绩会使用多元的方式来评量。也毋过，都有高中老师反映讲，高中1年甲2年一寡实做的课程是无法度利用网络来教学，对学生升学需要的学习日程的档案，可能会有影响。疫情变严重，全国学校拢改做线顶教学。头一个礼拜教学现场是乱糟糟，停课到6月14，也有可能搁再延长时间。成绩要安怎计算的？已经有学校请国联系的老师调整甲讨论。前面本来就已经有2次的定期考察有成绩，那如果后面的部分老师在提出多元的一些测验啊，比如说线上测验或者是作业的形式都可以做。前2届期中考加上日常表现，也会当看冷气的特性，改用线顶报告或者是作业。国3毕业考也已经考煞，校长认为袂困难处理。高中的部分高3毕业考也伫停课进程考煞，不过高职甲普通高中1、2年实际操作课程较歹线顶教学，恐惊影响到学习历程档案上传的内容。因为它会有一些实验是要操作的，如果没有经过操作，那些数据给出来的就会有点像我们在考素养命题一样的，我给你一个情境的，你去做一个分析跟模拟那些东西是不是孩子真正有操作过？考历局表示，成绩本来就会当多元去计算的，特别是目前高中2年的学生，因为因是111年大考头一届考生，因也烦恼讲档案会无够完整，被呼吁教育部就要考虑，甲这学期上传档案的时间，对7月中延后到8月中。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甲 BL 相关的漫画甲戏剧拢真受到欢迎。BL Boy Love 是指用女性的角度来看男性的爱。最近台湾嘛 BL 漫画伫日本是真清。今仔暗时10点，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最近真 hit 的 BL 文化的现象。我原地好了，然后学长这个帮我可不可以？捌拍过8点档甲电影的艺人吴乐成，招演艺科的好朋友做伙拍最近真红的 BL 微电影，短短一礼拜就超过25万人次看过。我喜欢尝试一些新的物件，所以我差不多3年4年前我就看了 BL， 我就感觉这物件我就有兴趣，我想要试看卖。我感觉是世界上有足侪国家，他们没有重视到喜欢 BL 剧这个族群的需求。2017年被认为是台湾 BL 戏剧元年，演北台去拍最近最红的 BL 网络剧，甚至连国外拢买版权。这部系列影集到今已经第4季，上新的一季还未播出，版权已经卖去国外。北台嘛一直思考安怎让自主剧突破国界限制。CPIP 化，就是参考泰国的一种操作模式。有一天甲日本的聘修来开讲的时候，伊甲我讲。台湾即卖会使入去日本，就是靠这 BL， 嘿，所以我感觉我应该爱更加努力，讲互这戏会使互大家看得到，对，啊，所以爱更加精致。日本、韩国、甲泰国最近庆红的 BL 戏剧，大多数拢是自漫画甲小说改编的，像作品成功卖去日本的漫画家蚂蚁，这是自同人创作进入商业出版的成功的例。当然，就是我是蛮开心，这部可以做到不错的回响。可是当然，我觉得在日本出版之后，也会市场上的不同吧，所以很多我会看到自己很多不足的部分。BL 文化在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面貌。日本这款的戏剧真发展，中国方面这是禁止拍同志题材，只好靠泰国 BL 戏剧来弥补。就算台湾起步较慢，不过因为社会较开放，互袂少人认为 BL 戏剧。无的确会当替台湾找回来以早我上剧的黄金年代。记者卢亚君、吴文良台北报道。即马学生啊，拢伫厝内上课哦，是安怎来线上上课？咱嘛请高雄的记者实际带台来看麦。换你的膝盖，换成膝盖。1、2、3、4。教室内底拢无人，老师面对镜头发口令做运动。做公国小这帮学生拢伫个家己厝内做伙活动。厝内大人嘛，甲囡仔做伙耍，有的囡仔爬去眠床顶嘛做了真欢喜。自从宣布停课，做公国小就改线顶上课，连运动课嘛爱上。拄开始的时阵，体育老师真烦恼，唔知影要安怎上课。你若无互动，其实你有感觉较。好像可能刚刚较无聊，那其实还好是说我们的线上教学其实可以看到小朋友，那我也可以随时就是可以注意讲，小朋友有开始在做无。虽然停课，做公国小准备9间直播教室，逐工按照原底课表，老师就亲像直播主持人，嘛会不时甲学生互动。我头先也假设老师不敢上直播啦，只要把环境建置好，他只是把实体教室变成虚拟教室，就这样子。学生没有在同一空间，但是所有的教学流程都一致的。若有老师逐工做直播主上课，这阵幼稚园老师逐工嘛咧学翕影片，做网络红人。阮第一道做即个影片，阮拢用足简单的，阮拢是用手机啊，逐工翕，搁来编辑安尼。阮逐工拢有放新的去里哦，家长的反应真正足好的。今天呢，老师要教你们做的是水上开花，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哦。唔拿到凹纸、做什么啊？甲囡仔做伙耍，阁有讲故事。前金幼稚园老师分组，逐工拢会翕新的活动影片，会当互父母陪伴囡仔。即马全台停课阁延2礼拜，老师要是希望学生会当赶紧转来学校上课。记者邓家文为做高雄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